尖沙咀、旺角、中環一式一樣嘅連鎖店，去買嘅多數都係自由行。咁我哋香港人呢，去邊度買嘢？網購本土產品，識買一定上去揾。即係大家好似一諗到想買嘢就只會去淘寶買。咁即係香港其實仲有好多自己特色啦，或者進口啦嘅產品嘛。咁嗰啲係淘寶唔會揾得到。本身做藝術工作嘅佢，幾年前經營緊鋪頭仔嗰陣，參加咗龐一鳴唔幫襯地產商嘅聖誕行動，就發覺咧，港人對小店其實都好踴躍噶。所以喺當時好多小店都有提議啦，話我可唔可以搞一個 long term 嘅一個平台，可以 keep 住俾小店去賣嘢嘅咧咁樣。嗱，咁啱我撞到有心人出錢幫手，搞咗呢個非牟利嘅網上平台，俾本土小店貨品免費上架。老店唔識點擺上網，佢就會幫手影相做宣傳擺上網。即係好無奈，亦都冇一個地方可以 search 到香港嘅產品啦。咁所以呢個平台亦都係有一個嘅願景啦，就係可以成為到大家諗住買香港嘢嘅時候，就會上去揾咯。加個網咧有30幾間店鋪參與，本地農場、手工藝店同糧油雜貨都有。嗱，雖然咧仲係喺起步嘅階段，但係佢就希望將來會變成香港嘅淘寶網。